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不能肚餓嘅頻道。今日同大家嚟到丹麥餅店，佢喺香港已經有50多年嘅歷史。你又有冇食過？一齊嚟懷舊一下。由於唔太近地鐵站，你可以有好多方法過去。如果你由禮頓道開始，會經過聖保祿學校，沿路一直往加路連山道方向就係啦。佢係1971年開業，地點位於銅鑼灣，只此一家，別無分店。我哋到啦，呢間就係丹麥餅店。你可以見到佢哋嘅裝修充滿當時年代嘅風格。喺店外面就可以見到佢哋好搶眼嘅餐牌，例如有漢堡包、熱狗，炸嘅就有吉列豬扒包、吉列石斑魚柳包、山炸雞髀、薯條等等。另外，佢哋亦都有個茶檔。你可以叫冷熱飲品，奶茶、咖啡都有㗎。翻看舊新聞，原來喺2013年，佢哋經歷過業主易手，差啲要面對大幅加租嘅命運。好彩呢份味道最後都保留到，全靠一班街坊風雨同路嘅支持，到今日依然屹立不倒。諗好食咩之後，就可以去玻璃櫃位嗰邊俾錢，只收現金。收咗錢之後，婆婆會俾張手寫單你拎去對面炸檔嗰邊就得啦。佢哋嘅炸物係即叫即炸嘅，客流源源不絕，店員對手由頭到尾都冇停過，忙碌之中亦非常有條理。就係憑住呢種熱誠，先至留得住咁多街坊嘅心。今次就叫佢嘅吉列石斑魚柳包同山炸雞髀試下。影片係全自費製作，希望觀眾你可以訂閱支持啦。佢用港式嘅傳統餐包，烘到暖暖地。包裏面嘅上層係沙律醬，下層係茄汁，中間夾埋塊熱辣辣嘅魚柳，魚柳都算有魚味，食落好實在，好有屋企嘅味道。第二樣食嘅係山炸雞髀。因為係山炸嘅關係，外皮炸到好似紙咁薄，脆卜卜。雞髀都算大隻，所以佢好醒目咁樣界開一刀，唔怕裏面唔夠熟。雞髀入面用滷水底醃過，外面加咗粗鹽調味。一撕開，裏面仲熱辣辣，肉質都算嫩滑。總括嚟講，佢嘅食物係傳統嘅味道。雖然人流多，但係店員服務態度都好好，唔會催促你，值得一試。希望傳統嘅味道仍然可以保留啦。大家鍾唔鍾意睇呢啲懷舊小店？歡迎喺留言話俾我知。影片係全自費拍攝嘅，好多謝你可以睇到嚟呢度。如果你鍾意呢段影片嘅話，希望你可以幫手訂閱。觀眾你嘅支持就係我拍片嘅最大動力啦，好多謝你。